望住佢，你有冇覺得佢突然老咗好多啊？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以前你開罐頭，佢喺遠處一聽到聲，你都未倒落碗，佢已經衝咗埋嚟啊！而家點叫都好，一係慢慢行，一係直頭懶得理你，行多兩步又見攰。以前佢最鍾意跳上雪櫃頂，而家連跳上梳化都諗好耐，跳過幾次仲索性放棄埋。見到咁，主人除咗心噏，更多係一種無力感啊！今集我哋想同大家傾下，老冇錯係每隻貓都會經歷，但而家你見到佢嗰種老態，未必淨係因為年紀大，其實背後可能反映住我哋忽略咗佢哋嘅身心變化。只要喺日常細節度配合佢哋，老貓嘅狀態都可以喺某程度上逆齡，甚至好似回春咁啊！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老貓糧的常見誤解。有唔少主人一見隻貓過咗7歲、10歲就自然諗到佢老啦，新陳代謝都慢晒，仲會套用人類嗰套嘅觀念啊，覺得老人家梗係要食清淡啲，少啲肉，食下魚咪得咯。於是去寵物店一見到包裝寫住7歲以上老貓專用，就毫不猶豫買返去幫隻貓轉糧啦。但其實隨時會變成好心做壞事啊！真相係，其實貓一上咗年紀，喐少咗，肌肉就會慢慢流失，連帶新陳代謝都會慢埋。老貓嘅身體好多時會各走兩個極端啊！10歲前食幾多，吸收幾多，如果少運動唔肥就奇啊！但去到12歲之後，就係最令人擔心嘅階段啦。消化吸收力下降，肌肉流失，越食越瘦啊！摸落去好似皮包骨咁，呢個就係所謂嘅肌少症。隨住年紀大，老貓消化蛋白質嘅效率會一路咁跌啊！如果呢個時候你仲幫佢減蛋白，身體唔夠能量用，就會被迫分解自己嘅肌肉嚟維持運作。肌肉少咗，免疫力就會差，甚至連企都企唔穩，變成惡性循環啊！所以除非隻貓有慢性腎病，要特別限制磷同蛋白，否則健康嘅老貓其實比成貓仲需要更多優質蛋白質啊！如果你發現隻貓越嚟越瘦，或者背脊摸落去凹凸不平，肋骨好明顯咁，就唔好再俾佢食所謂嘅老貓糧啦。市面上大部分老貓糧都係低熱量，對佢嚟講根本唔夠營養。你可以大膽轉食幼貓糧或者高營養嘅主食罐，重點係動物性蛋白要夠咯。相反，如果佢本身係一隻肥貓，肚腩大到拖地，揀低卡路里嘅糧就冇問題，但蛋白質嘅比例都唔好太低。記住，老貓糧3個字只係參考，最緊要睇返你隻貓嘅體型同實際健康狀況。如果隻貓變得好揀飲擇食，可以試下每星期2-3次煮少少水煮雞胸肉或者蛋白俾佢做加餐。有唔少主人分享，只要將食物稍為整得暖啲，即係大約38度度，香味一出嚟，老貓嘅食慾就會好好多啦。另外要特別留意，零食太多對老貓嘅負擔都好大嘅，尤其係鹽同礦物質，所以真係要適可而止啊！老貓個胃就好似老人家咁，一次食得太多會頂住，消化唔到㗎。可以試下由1日2餐改做3至4餐，每餐少少咁咯，腸胃負擔細啲，吸收就自然會好啲咯。只要餵得啱份量同營養，先可以減低胰臟炎、糖尿病，甚至認知退化呢啲本來可以避免嘅問題啊！牙痛與麻醉的抉擇。市面上好多人都以為貓食乾糧就冇咁容易爛牙，又或者覺得轉食潔齒糧就搞掂啦，唔使再煩幫佢要刷牙。另外仲有一種好根深蒂固嘅恐懼，就係佢都幾10歲啦，
洗牙要全身麻醉，好大風險喎，萬一有乜意外醒唔返咁點算啊？結果唯有拖得就拖，由得佢啲牙繼續爛落去。就算隻貓已經明顯有口臭、流口水，痛到食嘢要執埋一邊，好多主人最後都會選擇妥協，唔係唔想醫，而係因為太驚會失去啦。真相係，其實無論食乾糧定濕糧，家貓比起以前喺大自然捕獵嘅祖先，確實更容易有牙周病啦。有啲品種甚至天生基因影響，風險會更加高。普通乾糧基本上冇潔齒功能啦，反而因為要用澱粉將啲糧黏埋一齊，碳水高更容易餵飽引起牙菌斑嘅細菌。至於所謂嘅潔齒糧，通常只係靠粒糧嘅質地同大細，物理上幫手刮走少少牙菌斑咁啦，但始終清潔唔到牙肉線下面嘅污垢，預防牙周炎嘅能力有限，絕對代替唔到日常刷牙或者洗牙㗎。而且好多貓要等到痛到食唔到嘢，身形明顯消瘦時，先至會被發現。到嗰時，牙齒可能已經爛得幾嚴重，細菌甚至有機會入血致命。但問題係，做牙齒檢查或者治療係必須全身麻醉嘅，而老貓對麻醉嘅耐受力本身就比較低，恢復時間又長。而喺現實中，貓因為麻醉陷入植物人狀態或者致命嘅案例，雖然唔係常見，但的確比可以接受嘅程度仲要多。或者呢個正正係每個主人喺寵物晚年都要掙扎嘅問題。如果選擇放棄治療，由得佢每日忍受劇痛生活，對佢嚟講係咪真係有意義啊？如果唔想冒任何風險去洗牙，而隻貓又非常抗拒刷牙嘅話，可以試下用醫療紗布包住手指，或者使用專用嘅清潔牙套、濕紙巾、沾少量牙膏或者清水，輕輕抹乾淨牙齒嘅表面。咁樣做唔單止可以清走牙菌膜啊，連輕微嘅牙石都可能會改善到。不過好多貓都好驚刷牙，所以一定要有耐性，逐步訓練佢哋去適應啊。同埋要揀返適合佢哋嘅牙刷都係好關鍵。另外，有餵開生食或者鮮食嘅主人覺得食物少碳水、冇加工又冇糖，理論上冇咁容易生牙菌膜啦。但其實就算食得幾健康，都未必可以完全避開牙石。所以每日刷牙依然係最實際嘅。有部分主人甚至會定期俾貓食生雞尖或者雞頸，利用軟骨摩擦去刮走啲牙石。不過使用呢個方法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骨頭係必須生嘅，因為煮熟咗嘅骨頭好容易碎，可能會刺穿腸胃。同時要睇下隻貓嘅腸胃適唔適應到，咬唔咬得開硬嘢。最好由細開始訓練，因為有啲貓當佢唔習慣食生嘢，如果主人冇睇實，佢可能會直接成嚿咁吞落肚。如果係老貓或者本身已經牙痛緊，就更加千祈唔好試啊！市面上有啲潔牙粉，直接拌落貓糧度就可以食，用法好簡單啊！聲稱可以改變口水嘅酸鹼值，令到牙石變軟。不過要留意，呢類產品主要嘅成分通常係海藻粉，含碘量偏高，長期食用有機會增加誘發甲亢嘅風險。至於酵素牙膏，有部分主人會當零食咁，每日擠少少俾隻貓舔下。雖然明知效果一定冇真正刷牙咁乾淨，但認為酵素喺口腔入面多少都有啲分解作用啩，總好過完全唔理。不過呢個方法同樣係因貓而異，唔係隻隻貓都肯接受。亦有少數腸胃較敏感嘅老貓食咗之後會出現肚屙等反應。活動力下降的真相。貓到咁上下年紀，總會聽到人話佢哋唔點喐，淨係瞓，其實都好正常喎。好多主人一見到隻貓年紀大咗，行多步都好似好辛苦佢咁，於是將逗貓棒、其他玩具都收埋晒，遊戲時間又取消，覺得唔好打擾佢，唔好對佢咁多要求，其實先係一種體貼喎。
真相係，如果由後生開始就冇乜陪佢玩，身體機能老得好快係好正常㗎。因為其實長期運動不足先至係加速老化嘅主要原因。老貓雖然瞓多咗，但唔排除佢哋喺腦入面可能仲好懷念當年自己係一個捕獵高手嘅日子啊！有時佢哋想好似以前咁跳起捉住你支逗貓棒啊，點知一用力就發現關節痛，落地嗰下仲會腳軟啊！試多幾次就會覺得好冇癮，索性唔再玩咯。加上當貓面對病痛，又或者身體變差感到焦慮時，佢哋可能對以前曾經最中意嘅玩具都會失去興趣。但問題係，如果佢哋發展到完全唔喐，只會令到肌肉流失得更快，關節會越嚟越僵硬。所以適度安排低強度、經常性嘅活動，先至係真正嘅體貼，可以幫到佢哋啊！冇辦法啦，都要放棄以前嗰種要佢哋跳高跳低嘅玩法，改用喺地面拖行嘅逗貓棒或者鐳射筆都好啊，起碼引導佢哋喺地面跑多幾步，甚至只係伸展下隻手找下，都已經係好好嘅運動啦。可以試下將水碗同飯碗分開擺，甚至刻意放遠少少，當然一定要喺佢哋行得到嘅範圍入面。咁樣做係想等到佢哋每日自然行多幾步路，最緊要係唔好成日定格咁喺度唔喐啊！講到關節，本地對保健品嘅宣傳特別多啊，唔少主人會買葡萄糖胺、軟骨素俾自己食，甚至照樣買埋俾隻老貓，諗住幫佢補下身啦。但其實喺日本同歐盟國家，呢類成分一直都只係被歸類做食品，而唔係藥物啊。到目前為止，相關部門仍然未肯承認佢哋對關節疾病有實質嘅治療或者改善功效，所以法例上有嚴格規管，產品宣傳絕對唔可以提到有任何嘅治療效果。相反，喺美國、香港同台灣嘅監管就寬鬆得多啦。廠商可以用支持或者維護關節健康呢類比較模糊嘅字眼嚟包裝。問題就係，一般消費者其實好難分辨邊啲只係廣告術語啊，定係真係有醫學實證先。打造友善居家環境，唔少主人可能會咁諗啊，屋企啲擺設擺咗咁多年啦，佢都習慣晒啦，唔使特登改喎。佢以前跳上梳化，而家唔跳，可能係老咗變懶咗啦，轉咗鍾意瞓地下咯。萬一我改咗啲擺設，佢老人家反而唔習慣，唔鍾意，仲麻煩啦。真相係，對於一隻關節退化嘅老貓嚟講，以前輕鬆跳上跳落嘅梳化，而家睇落就好似座山咁高啊！老貓嘅距離感、平衡感同抓地力都會退化晒。以前就係隨心所欲，而家就步步為營啦。如果佢哋失過一次手，跌過一次，你未必會親眼即時見到啊，就已經冇下次啦。唔係佢哋唔想跳啊，而係唔敢再亂試啊。如果你發現你隻貓唔再好似以前咁上床陪你瞓，好大可能佢根本仲係好想㗎，但只係力不從心。你有冇留意過，即使貓年紀大咗，佢哋好多時視線仍然會望向高處，只係想睇得遠啲，好似以前咁咯。如果你見到你隻貓開始好少跳上梳化或者跳上床，唔好由得佢唔理啊，不妨喺梳化邊、床邊或者窗台前加返一啲寵物樓梯或者斜坡咁，等佢可以慢慢咁行上去。俾佢知道，原來唔跳都一樣去到啊！唔使因為身體退化就冇晒心機啦。老貓嘅肌肉、骨質同關節退化，腳趾嘅抓地力自然都會差咗好多啊！可以喺佢平時經常行嘅地方鋪返張防滑墊、瑜伽墊或者地氈咁。防滑嘅措施真係唔可以慳㗎。因為對老貓嚟講，減少一次跌倒就係減少一次骨折或者受傷嘅機會。即使表面睇落安全落地，其實都有可能骨折、韌帶損傷或者內傷㗎。
另外，記得留意埋個貓砂盤啊，嗰種高邊或者高入口嘅砂盤，對住中高齡15歲以上嘅老貓真係好唔友善啊！入口太高，除咗會令佢哋腳痛、尿尿瞄唔準之外，最怕係佢哋因為驚咗要爬入去，寧願夾硬忍尿或者被逼轉牆。換個低入口、冇蓋式嘅砂盤啦，或者喺門口加嚿踏腳磚做台階，已經幫到佢好大忙啦。老貓肌肉量一減，調節體溫嘅能力又會差埋，比起後生時更加怕凍，但又會好怕熱。所以如果你見到佢凍到震，縮埋一嚿或者匿埋喺角落，就係好凍嘅信號啦。冬天最好幫佢準備定張暖氈，夏天就開冷氣，記得唔好直吹佢啊，將室溫保持喺25到28度，俾佢一個舒服嘅環境休息啦，咁樣先可以真正減輕佢身體嘅負擔。補充水分的關鍵。或者有主人會認為，每次擺碗水喺度佢都唔飲嘅，即係佢唔口渴啦。話晒貓有自由意志，佢唔想飲都逼唔到佢㗎。又或者覺得既然隻貓平時都食開罐罐，入面都已經有足夠水分啦，冬天飲少啲水都好正常啫，唔使諗到咁複雜嘅。真相係有唔少老貓去到中高齡，腎功能已經開始退化啦，濃縮尿液嘅能力下降，身體反而比後生嘅時候需要更多水分啊，去幫手沖淡代謝廢物。問題係年紀大咗之後，大腦對口渴嘅信號會遲鈍咗，明明身體已經慢性脫水啦，佢哋都未必識得去飲水㗎。再加上腎功能差，可能會導致多尿。如果唔及時補充水分，貓就會長期處於喺脫水狀態，加重腎臟負擔，仲可能引發便秘啊！與其等佢想飲先飲，不如試下改變喺屋企唔同嘅角落，特別喺佢成日瞓覺、曬太陽、睇風景嘅窗台位都擺定一碗水。你甚至可以試下用唔同嘅質料或者唔同大細嘅碗啊，當水方便到就喺佢嘴邊，飲多2啖嘅機會自然大增咯。好多貓對流動水特別有興趣啊！如果屋企隻貓特別鍾意偷飲水龍頭嘅水，你大可以順住佢嘅性格買返部靜音水機俾佢啦。最好揀啲水流可以調節嘅款，因為有啲貓鍾意細水長流，有啲就鍾意瀑布咁湧落嚟。只要投其所好，佢肯飲就夠啦。平時可以盡量用主食罐或者濕糧做正餐，甚至喺罐頭入面加少少暖水，撈到好似肉湯咁啊！等佢食嘢嘅同時，順手飲埋啲水。但記住唔好加太多水，搞到冇晒味喎。你會發現，只要持續保持足夠嘅飲水量，佢嘅皮膚同活動力都會有好明顯嘅改善啦。天氣凍嘅日子，可以俾貓飲微暖嘅水，即係大約30到40度左右，或者將貓罐放喺暖水入面隔水浸一陣。咁樣唔單止令到食物更香啊，連入面啲肉汁都會易入口好多嘅。好多主人都發現，暖水其實比凍水更吸引老貓去飲，而且對腸胃更溫和，佢哋自然就會願意飲多啲啦。日常梳毛與剪甲照顧。當你諗返起佢後生嘅時候，日日舔毛，依家老咗冇咁姿整，懶得搞，其實都好正常啫。你以前用開嘅針梳、硬毛刷佢都冇嘢㗎，依家幫佢梳就發脾氣，應該係老咗荷爾蒙影響啦。既然佢咁抗拒，都係唔好攞嚟搞啦。真相係，當然後生有氣有力，梗係可以幾時都舔到立立令啦。但老咗之後，佢哋條腰硬晒，條頸又痛，好多位根本舔唔到，特別係喺背脊同屁股位啊，連佢哋自己都覺得梳毛好麻煩，結果啲毛打晒棘，活動起嚟就更加唔舒服啦。
而且老貓皮膚係會變薄，以前用開嘅針梳眼毛刷，依家梳落去佢真係會痛啊！仲有最經常被忽略嘅指甲問題，老貓因為關節痛，平時少咗磨爪，指甲會生得好快好厚。有唔少案例，主人最初以為隻貓行路跛下跛下係關節炎，最後發現原來係指甲插咗入肉，諗下都知有幾痛啦。記得揀一把要軟身啲、針頭圓滑嘅梳啊，順住毛輕輕咁梳就夠。如果佢唔中意，可以分開幾次，唔好一次過梳太耐。梳毛除咗可以清走死毛，防止打棘，其實仲係最好嘅身體檢查。記住，大約每2-3個星期就要檢查一次指甲，見到指甲開始向內彎，就一定要剪啦。可以趁佢瞓到最冧嘅時候，每日剪幾隻，慢慢嚟。如果真係搞唔掂，就交俾專業人士處理，點都好過由得佢啲指甲倒插啩。都係嗰句，始終老咗之後，自理能力一定會變差㗎。特別係有軟便，又或者肚屙時，屁股同後腳會好容易污糟。見到有啲黐住嘅便便，可以用溫水、濕毛巾慢慢抹乾淨。如果情況嚴重，可以考慮修短少少屁股附近嘅毛，保持乾爽清潔，隻貓自己都會舒服好多㗎。心靈陪伴的重要性，好多人都話貓係好獨立嘅動物喎，老咗之後更加中意靜，反正佢都成日瞓，又唔會主動搵人玩，所以主人通常都會覺得佢依家唔需要成日陪住㗎喇，俾佢自己匿埋休息咪仲好。真相係現實中好多老貓嘅性格會變到返好似 BB 仔咁嘅，成日黐住你，行到邊跟到邊。其實老貓心底裏面最怕嘅唔係自己老咗，而係俾你放棄啊！有啲老貓甚至會出現腦退化嘅症狀，半夜突然大叫，其實係因為佢一覺醒嚟唔記得咗你喺邊啊！當你以為仲有好多時間去陪佢，其實佢哋可能一場病就會突然離開，到時先嚟後悔就真係太遲啦。而家嘅佢可能只係想你每日抽10至15分鐘到，靜靜咁坐喺佢身邊，俾佢挨下你，講下你今日發生咗咩事啊，感受到你依然會留喺佢身邊，一樣咁愛佢，對佢維持免疫系統同延緩退化有好大幫助㗎。如果你要出門一段時間，不妨開住收音機或者電視，因為有一啲人聲嘅環境會令到佢覺得屋企仲有人陪緊佢啊。另外，老貓嘅視力會退化，可以幫佢開盞細嘅夜燈，等佢睇得清楚周圍環境。咁佢半夜起身去飲水，又或者要去廁所，就唔會因為驚睇唔到路而緊張，安全感自然會好好多啦。總括嚟講，所謂老貓回春，唔係要同時間抗衡，而係盡量幫佢減少生活上嘅障礙同痛楚。老化有早有遲嘅，特別係流浪過或者長期有慢性病嘅貓，退化速度會比一般家貓嚟得早嘅。但作為主人，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令到佢哋喺生命嘅下半場依然感覺到自己被愛、被需要，可以過得好有尊嚴。老貓真正嘅可貴係佢同你一齊行過嘅歲月，對你毫無保留嘅信任同愛啊！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同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